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藍藍，歡迎返嚟同行者。呢個 channel 係關於個人成長、育兒同埋自我療癒。開始之前，大家記得訂閱，撳埋隔籬個鐘仔啦。今日為大家介紹嘅呢本書非常之易讀，我用咗 around 2個鐘度呢就睇完㗎啦。呢本書呢就係朱兆章嘅聆聽學，成本書計埋後記呢，淨係得144頁嘅啫，都幾薄嘅。當時呢喺圖書館見到呢本書嘅書名呢，就諗起有一個人講過一句說話，就係做社工其中一樣嘢呢，就係要鍛煉耳朵啊。有陣時人哋講嘅嘢呢，同你聽嘅嘢係未必一樣嘅喎。每個人都有一對耳朵，但係咪每個人都識得聆聽呢？唔係嘅喎，否則就少好多誤會，唔會將自己投射咗喺人哋嘅話語當中。而考聆聽卷都一定滿分啦。某一間保險公司呢都有句 slogan 啊，用心聆聽，更知理心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同對方講，你有冇聽我講嘢㗎？你到底明唔明啫？作者就話，聽同聆聽係唔同嘅喎。聽係 hearing， 純粹聽到；而聆聽呢，就係 listening， 即係 hearing 再加 comprehending。聽到再加理解先至係 listening 喎。可能你會話有啲人講嘢一嚿嚿啊，又或者係佢詞不達意啫。但係我哋要求別人清晰嘅表達，可唔可以要求自己聆聽得到呢？有時有啲嘢真係難以言喻，亦都非筆墨所能夠形容，非三言兩語就能夠解釋。其實我哋可以有啲方法去揾到當中想表達嘅中心思想。舉多個例子啊，懷胎10月，人哋成日話胎教，其實 BB 喺媽媽個肚入邊嘅時候呢，已經有聽覺，可以聽到肚皮外嘅聲音嘅。即使當腹中嘅嬰兒出咗世之後，未識得講嘢，都已經識得聽好簡單嘅說話，否則媽媽都唔使對住 BB 講嘢啦。大家都返過學啊，知道語文科嘅試卷呢，都會分聽、說、讀、寫4份卷啦，而聆聽卷呢，就佔分最重，有45%，係幾乎一半咁滯啊。而中醫講嘅望聞問切，其中聞一字就係表示咗聽啊，係問診嘅其中一部分啦。咁如果你話聽唔到咁點啊？咁咪聽唔到鐘聲響起歸家的信號，同埋海哭的聲音咯。呢度就講笑嘅啫。不過作者喺書入邊呢，就提到聽解係有6要素同埋9個策略喎，一齊聽下。第一個要素呢，就係語氣啊，要聽對方想表達嘅嘢，首先要聽下對方說話嘅語氣啦。到底佢想傳情啊，定係傳意呢？同一句說話，即使用字一樣，但係語氣不同呢，都會有唔同嘅意思嘅喎。例如情侶間，我唔想見你啊，同埋我唔想見你啊，好明顯一個係撒嬌嗲下你，一個係好嬲，你最好死遠啲添啊。句子嘅尾音呢，用咩字都會有影響嘅喎。我係大學生，我係大學生啊，係咪唔同意思啊？前者我係大學生，即係之前係大學生，而家都係；後者我係大學生啊，即係之前唔係大學生，但係而家係。聽解嘅第二個要素呢，就係感情色彩啊。感情色彩呢，主要就分咗褒貶2大類啦。褒就係 positive 嘅，讚嘅，正面嘅；貶就係 negative 嘅，彈嘅，又或者係唔好嘅。小明係老闆嘅左右手嚟㗎，當中左右手呢，就係讚美啦、認同啦，帶有正面嘅色彩嘅。但係聆聽者呢，就要分清楚到底係褒詞褒用啦、貶詞貶用啦，定係褒詞貶用或者貶詞褒用啦。褒詞貶用呢，通常都係用嚟串人㗎啦。明明好簡單嘅道理，講咗成2個鐘先至明嘅，咁就送對方一句啊，你真係叻啊！叻係褒詞，但係其實就串緊對方好蠢、好遲鈍啊，諷刺緊對方啦。
至於貶詞褒用呢，作為媽媽嘅我呢，最常用嘅就係傻豬啦。傻明顯就係貶義詞啦，但係對住小朋友講傻豬、傻瓜，背後嘅意思呢，就係想話佢好可愛啦。第三個注意嘅位呢，就係語體啦。唔同嘅國家、文化背景、學歷等等，都會有唔同嘅語體。例如死亡呢，可以用歸西啦、原籍啦、仙遊、過山、長眠、新籍等等。香港人同內地人呢，都會有唔同嘅語體喎，例如就係質素同素質啦、雪糕同冰淇淋、冷氣同空調、嫲嫲同奶奶等等。第四個注意嘅位呢，就係結構啊，每個人講嘢嘅方式都唔同，寫文章呢，就要將所有嘢呢都交代得非常之清晰啦。例如好常聽嘅兒子生性病冇敢安慰，到底係兒子生性病冇敢安慰，定係兒子生性病冇敢安慰呢？除非個阿媽覺得好啊，個仔冇得再出嚟害人啊，又或者係報應到啦。所以聆聽者呢，就要運用前文後理去推斷啦。跟住要注意嘅呢，就係合作原則啦。舉例就係對方話請你食飯，佢冇可能淨係請你食白飯唔食餸噶嘛，係咪？去買餸，條魚可能係185蚊，你話阿姐收齊頭啦，阿姐唔會話齊頭200蚊收你多啲噶嘛。咁呢個就係合作原則啦。最後一個要注意嘅位呢，係言外之意啊，即係話對方嘅說話當中呢，係有含義嘅，間接地表達咗啲嘢，有暗示噶啦。例如對方問你月入幾多啊？你唔想答啲咁私隱嘅嘢，於是就話都係咁上下啦。想話人哋脾氣好暴躁，又唔想太直接啊，或者令到個場面太尷尬，可能會話哇，牛魔王個女嚟喎。又舉多個黑心嘅例子啦，就係喺婚禮上面賓下一句祝你年年有今日，當中隱含嘅就係詛咒一對嘅新人啦。以上呢，就係6個聽解嘅要素啦，接落嚟呢，就係到聽解嘅9個策略啦。聽完之後呢，對你提升聆聽嘅效率呢，一定有幫助。聽到呢度嘅你呢，提提你記得訂閱同埋讚好啦。策略1：引發好奇心。如果作為一個聆聽者，對對方嘅講話內容感到興趣呢，係一定會好留心啦，好全神貫注咁去聽啦。相反，如果對唔感興趣嘅話題呢，就會左耳入，即刻就喺右耳度出返嚟啦。呢個時候呢，就要問自己，點解人哋會對呢個話題係有興趣嘅呢？有冇邊啲位係我之前忽略咗嘅呢？以激發自己嘅好奇心，令到自己呢更加願意去打開對耳仔去聽啦。策略2就係虛心啊！有冇啲咩係未知而欲知呢？人與人之間必定會存在住信息差，我哋一定要虛心去學習別人嘅知識同埋經驗，拉近信息嘅差距。策略3：按部就班。無論我哋聆聽嘅目的係咩都好，記住要先聆聽後理解，再進行我哋嘅目的，例如係批評啊、欣賞、建議，千祈唔好越位啦。策略4：要有耐心，先至能夠發掘話語當中潛藏嘅深層意義。如果聆聽嘅時候係好急躁、好煩厭嘅話就無法了解啦。呢一啲表現包括中斷人哋嘅說話啦，不停去反駁人哋、挑戰對方啦，咁就好容易會造成斷章取義嘅結果啦。假如對方講完嘢理解咗，先至再質疑提出反駁呢，先至會有好嘅思考同埋反省。千祈唔好太快就對號入座啦。策略5就係加強專注。喺聆聽期間一定要排除晒所有嘅干擾，唔好俾周遭嘅人事物去擾亂咗自己，令到自己分心。點先至可以增強聆聽期間嘅專注呢？我哋可以喺聆聽前應用3個了解同埋1個預期啦。咩意思呢？就係了解對發話者嘅背景啦、講話風格啦、講嘅話題啦，有若干嘅了解啦。
同埋為咗試次嘅聆聽呢，定係至少一個預期嘅收穫，揾到一個聆聽嘅目的啦。策略6，無間嘅配合。作為一個聆聽者呢，係唔應該要求對方去遷就自己嘅聆聽習慣嘅，而係應該運用各種嘅聆聽策略，同埋做好聆聽嘅預備。常識上嘅預備都係一樣，要增加自己嘅詞彙量啦、知識量啦。例如對方形容一個人係包青天，咁即係其實係想話對方係一個清官咯。話對方係諸葛亮呢，就係可能表示呢個人有聰明才智啦。同埋頭先舉嘅例子，牛魔王個女一樣啦，就係表示對方脾氣臭、牛脾氣咁樣啦。策略7呢，就係主動嘅協作。如果對方咬字唔清晰啊，好多懶音啊，句子嘅結構混亂啊，例如將鎖咗門未講咗成門鎖未，作為聆聽者呢，係應該接納同埋包容。仲有一次呢，我朋友話夏天全年都泰國，咁其實佢係想講泰國全年都夏天啦。作為聆聽者呢，係應該接納同埋包容，提供主動嘅協助，唔需要對方更正，自行去理解同埋推測對方想表達嘅意思啦。策略8，重視局部聆聽細節。全面聆聽呢，就係 face to face 啦，可以利用視覺去協助聆聽啦。而局部聆聽呢，就係只可以靠聽覺啦。例如講電話嘅時候，聆聽者呢，可以利用呢一啲簡單嘅字呢，表示我喺度啊，冇斷線，我仲聽緊嘅。切忌呢，喧賓奪主啦。last 一個策略就係建立全面聆聽嘅形象啦。心理學家指出呢，人與人之間嘅溝通係唔止一言一語、一字一句，仲包括咗聲調同埋體態運用。體態運用呢，就包括表情、手勢同埋眼神。聆聽嘅過程，除咗要用耳聽，亦都可以用眼睛去觀察對方嘅手勢啊、表情啊。有啲手勢呢，係唔使用言語都可以表達到個意思嘅喎。例如舉起隻食指放喺嘴前面就表示安靜啦，豎起手指公就表示贊成啊、認同啊咁啦。所以聆聽者除咗要聽呢，都要睇啦。今次呢本書呢，雖然好淺白易明啦，但係我個人認為呢，作者舉太多文言文作為例子，所以喺睇呢本書嘅時候會有啲悶啊。如果對呢一啲例子係冇興趣嘅讀者呢，都可以選擇跳過呢啲例子，亦都可以學到好多實用嘅內容㗎。最後多謝大家聽到呢度，鍾意呢條片呢，記得 like 同 share， 歡迎請我飲杯咖啡啊！如果大家有咩書想我分享，都可以留言或者 email 俾我。如果你對今集嘅內容有咩意見，都歡迎你喺 comment section 嗰度留言。記得有 output 先至有更好嘅 input。我哋下週5準時9點再見，拜拜。